清华大学自初九开始就传出失电的问题，短短10天内就失电6摆，那造成这宿舍冰箱内面物件拢歹去。也有学生讲，连真无简单拍到一半的报告，拢被附嵌入去电脑，全部无去啊。校园内大学生拢用电脑写报告，即马煞因为学校常常停电的关系，大家拢爱去外口找别位写。学生讲，清华大学短短10天内就停电6摆。而且有时阵一停就是几两点钟。系上的软体，然后断电的话，就没办法用这些软体，就有点困扰这样。它是突然间断电的吗？还是说他们会先通知？断电都蛮突然的。就是晚上或凌晨的时候有停电这样。所以等于是都连冷气都没办法开，电对。学校解释，停电的原因主要是原本提供全学校一半电力的高压站电缆。因为设备伤旧，目前已经咧紧急修复，不过修理需要时间，要等到10月29才会完全恢复正常。现在已经打算把本来要排在2年后要做的那个工程也就是说主要的电缆的更新跟进入供管的工程，现在提前立即来做。有一些仪器设备的损坏，那我们也在眼里说看怎么样学校可以来补助说怎么样来复原或者修复。学校讲，学校愿意针对学生宿舍因为停电造成的损失提出补偿，而且把已经把原本2年后要做的电缆管道工程提早施工，希望会当做一摆来解决供电稳定的问题。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